台南因為土壤佮氣候條件好，因此生產出這種的水果，唔但美味，而且佮兼具營養的價值。其中台南的青皮椪柑，雖然外表是青色的，但果肉已經成熟。這屆市府農業局佮統一超商來合作，將台南的青皮椪柑佇個超商來上市，唔但將台南由一個農產品來品牌化，而且佇個全台甚至外島的超商攏買得到。台南的這些農漁產品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支持，我都說優質的農特產品，要品牌化，要全國化，一定要上 7的通路，對不？你只要上了7的通路，就表示你的品質是非常好的。再來就是什麼？你有可能被全國的消費者能夠看見哦。橘子的這個東西是上班族最需要的。為什麼？營養價值，剛剛副市長已經有講過。但我覺得除了營養價值以外，它更有無形的價值。為什麼？吃方便、營養好之外，酸酸甜甜、甜甜酸酸，更是戀愛的感覺。我覺得目前不管是上班也好，消費購物買東西也好，只要你心中有愛愛這塊土地，愛這個水果，愛任何的每一個人，我們台灣都可以更好。在上市的宣傳記者會中，台南市副市長葉鐵山嘛甲着統一超商的貴賓，同齊來動手示範調製椪柑的汽水，搭配青皮椪柑的果醬，並且將青皮椪柑的果肉放佇個杯仔內底，做出豐富的口感。用創意為台灣的水果來開發出全新的吃法，展現青皮椪柑的這種變化。台南新聞林跟採訪報道。